不着了，太累了。师傅们，你们什么时候这么弱了？才12个小时就不行？别站着说话不腰疼。您看看哪个师傅愿意跪着陪徒弟练功？楚天，你怨龙毒又发作了。楚天，你已获得3位师傅真传的各种神通，并修炼的当世第一神功九转龙皇诀，本应是前途无量，可惜5年前养父逼你替哥哥入狱，内心积怨，产生了怨龙毒。不过师傅们已经帮你找到解毒之法，只需跟9位凤体女子双修。这枚玫瑰剑能号令玫瑰会万千顶级杀手。这张瑞士银行的至尊黑卡拥有100亿额度。这叶清霜是9位凤体之一，而且是江北第一美女。你出去后就先把她泡了。儿子，这5年心疼死妈了。这5年你们从没来看一眼，如今一副亲热模样，不恶心吗？这5年爸妈对不起你，为了给你补偿，我们给你定了门婚事。对方可是叶家千金叶清霜，你别给脸不要脸！叶清霜，这不是我自己的未婚妻？赶紧上车吧，叶家等好久了。这傻子就是好拿捏，3两句软话就哄着替楚风去娶个死人。叶家3000万的冥婚嫁妆，就当咱们俩养这条狗这么多年的辛苦费了。妈的，冥婚！怪不得那2个老不死这么好心，原来是让我来娶个死人。要是完成不了99归一，解除怨龙毒，定先把楚家那2条老狗拉上垫背。九凤雨燕还在，难道他还活着？果然是噬神果。好不容易迎进了玄奥结印，孽畜还不给我滚出来！你在干什么？小子，你在干什么？小子，你是谁？刚刚对我女儿做了什么？您是清霜的父亲吧？我是楚天，你女儿的联姻对象。楚天，我要的是楚风，不是你这个蹲大牢的废物！来人，给我把这劳改犯赶走！他体内的噬神骨失控了，如果不立马抓出来，就会有生命危险。一派胡言！我女儿已经死了，哪来的生命危险？看来就是想亵渎我女儿！来人，给我打死他！我只说一遍，谁拦我救叶清霜，杀谁！愣着干嘛？好家伙，上啊！都给我住手！小天既然愿意娶清霜，那就是叶家的女婿，谁也不准动他。这是叶清霜的母亲，保养的也太好了吧，看上去也就30出头。这是300万，是妈给你的改口费，拿着。阿姨，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还叫阿姨？小天，妈知道你是替你哥哥楚风坐的牢，你不是什么劳改犯。再说了，你是入赘过来的，那就是一半女婿一半儿子。妈给儿子钱，不是天经地义吗？谢谢，妈。其实叶清霜没死，只要我把蛊抓出来，她就能活过来。你治个屁的病！清霜都断气3天了，你一个劳改犯，以为自己是阎王爷吗？可以掌控他人生死？小天，我女儿真的没死，我信小天。小天，你真能救活清霜吗？二师傅可是把失传1000年的医道绝学浮云手传给了我。懒得陪你们胡闹。要是清霜没醒过来，我待会儿就让人把你打成残废，让你爬着出去。这浮云手可生死人肉排骨。
就是这玩意儿，害叶清霜变成活死。清霜醒了，清霜真的醒了。建国，咱们女儿真的活过来了。刚刚蛊虫被控制时，我就大概清醒了。你是有些本事，解了噬神蛊救了我，但我要走的路充满艰险，你跟着我只会受到拖累，甚至可能丢掉性命。这是1000万，当是对你的酬谢。我不要钱。不要钱？那你想要什么？我要水。这些年我见过很多追求者，可像你这么直接的，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惜我有意中人了，那人是在江北唯一能抗衡金家的人，世界上的至强者。我倒想知道，你口中的这个至强者是谁？楚昆仑。楚昆仑？那不就是我吗？自从3年前修成9转轮皇诀之后，便经常出去替几位师傅执行任务。为了不泄露身份，我以青龙面具示人，以楚昆仑的名号行事。我本以为你这个人坦诚直率，不曾想也是个心思龌龊的小人。楚昆仑可是这世上唯一练成9转龙皇诀的人，他拳风如龙，一拳便能打穿一座山。半年前金玉堂逼婚，就是楚昆仑在3个9品武者手中救下我承认你会点医术，但你别太过分。楚昆仑这3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就是一种亵渎。不是，哟，居然真的醒了！本来你死，叶氏总裁的位置就是我的，识相点，赶紧签字放弃。二婶，我什么时候说过要让出总裁的位置？叶青霜，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可是叶家唯一的男丁，总裁的位置哪轮到你这个女的？你要是不签，别怪我动粗了。你个臭劳改犯赘婿，居然敢打我儿子！你也该打。我现在问你，叶氏总裁是谁？说话。叶青霜的，我是叶青霜的。很好，要是下次还说胡话，我就撕烂你的嘴！滚！你们别得意太早，金玉堂金少早就放话江北，谁敢沾他，就是跟金家作对。刚刚谢了，一句谢谢就算了。那你想怎样？刚刚我不是说了吗？我想睡你。刚刚那点小忙就想睡我，你也太想得美了。叶小姐，你们2个老不死，居然还敢找上门来！你们是？叶小姐，我们是你的亲家呀，这里闹了些小误会。其实跟你成婚的不是这个劳改犯，而是我们家的楚风。对呀，对呀，我们楚风一表人才，年轻有为，可比这个劳改犯强了100倍。叶小姐，你赶紧把楚天这个劳改犯赶走吧，他根本不配做叶家的赘婿，留着他只会给你们叶家丢人。当初要不是你们拿我亲生父母的消息威逼我顶罪，这5年坐牢的就是你们的狗屁儿子！你这个劳改犯，别在这血口喷人！你有什么证据吗？叶小姐，你赶紧把这个劳改犯赶出去吧，他就是个扫把星。
要滚的是你们两个。叶小姐，我没听错吧？你居然为一个劳改犯说话！5年前的车祸根本就不是楚天所为，逃逸的是楚风，一个敢做不敢当的缩头乌龟，想入赘我们叶家。要不是办冥婚冲喜，你们楚家哪会入得了叶家的眼？赶紧滚！你别误会，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看不惯他们那种趋炎附势、颠倒黑白的嘴脸。这叶清霜还真有点意思。拿着1000万去过普通人的日子吧，没必要为了睡我得罪金家，连命都丢了。你还是不信我是楚昆仑？1000万不够，我可以给你2000万，足够你下半辈子衣食无忧。你现在可以离开叶家。叶小姐，金少想见你，跟我们上车吧。啊！糟了，青鸟还没赶回来。回去告诉金玉堂，我已经与楚昆仑订婚了，让他别再来烦我，否则后果自负。叶小姐，别给脸不要脸！今天要么乖乖上车，要么我们就动粗。臭小子，不想死就给老子滚！刚刚发生什么了？那人怎么一下子飞到那边去了？老大，你没事吧？别动我，断了！回去咬人，赶紧开车回去咬人！完了！你这次得罪了金家的人，你在江北待不下去了。金家算个屁！要是我看不顺眼了，整个把它端了。我没在跟你开玩笑，你赶紧拿钱出去躲一躲，别回来了。小天不许走，他现在是我认定的女婿，谁也别想赶他走。妈，冲喜已经完事儿了，没必要把楚天留在叶家。就是啊，既然女儿活过来，这婚事不如取消了。毕竟清霜可是未来的总裁，楚天一个劳改犯怎么配得上？我不管，清霜的命是小天救的，我只认小天做女婿，何况我改口费都给过了。妈，小天哪儿都不用去，就住在叶家，有妈在，没人敢欺负你。妈，我这是为楚天好。小天不但留下，你们以后还要住一起。我只是看在我妈的面子上，让你留在叶家，但你不能上床睡。那我非要上的。别怪我不提醒你，我可是被金玉堂盯上的人。要是金玉堂知道你碰了我，你可逃到哪儿都活不了。是吗？金家可是养着20多位武者，在整个江北可是数1数2。不用吓唬我了，金家这点武者，我还不放在眼里。这腿够劲，是块练家子的好料子，可惜功夫还差了点儿。真是个好色之徒，找死！青鸟，够了！你可是5品武者，你这一脚楚天可能就死了。是，小姐。青鸟，青鸟是我的保镖，他知道我醒了后，特意从逍遥侯的特种部队赶了回来。逍遥侯的特种队，好像是师傅让我去带过课。小姐，为什么还要留着这个赘婿的狗命？不如我现在就解决了他，省得以后惹麻烦。这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留着楚天，至少能帮我挡下不少追求者。说回正事吧，楚昆仑的消息找到没了？找到了，听说黑虎帮的龙三有能见楚昆仑的请帖，只要我们跟龙三签一份5000万的合同，他就愿意把请帖让出。事不宜迟，
立刻让人拟定合同。明天一早，我们就出发去找龙三。你留在叶家可以，但公司的事你不能插手。龙总，5000万一分不少，现在可以把楚昆仑的请帖给我了。好，好，好，我这就让人拿出来。秦家的武者，龙三，你什么意思？对不住了，叶总，金少给的价比你高多了，我也没办法呀。叶清霜，好久不见。我明白了，原来这都是你做的局。叶清霜，我真是想不明白了。我金玉堂作为北境8大世家的金家长子，整个江北的女人都挤破头都想投怀送抱，唯独你，高傲的像一只凤凰，始终都对我爱答不理。金玉堂，你少在这恶心！你3番2次逼婚，无非就是觊觎叶氏集团的控制权。错，叶氏我固然觊觎，但你的人，我也是真心顺。等我玩够了你，再顺便把叶氏集团彻底吞掉。有我青鸟在，尔等宵小，休想碰我小姐一根头发！别挣扎了，这里可是荒郊野岭，叫破喉咙也没人会来救你。谁说没人会来？放心，有我楚天在，没人能碰你一根头。我以为来了什么厉害的武者，原来是叶家这个吃软饭的废墟！就你这副样子，也敢说护着叶清霜？你待在这儿别动，省得给我帮倒忙。五品实力能打成这样，也算不错了。切，你别装作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要不是青鸟在，挨打的就是你了。这保镖腿不错，等我睡完你家小姐，再玩你的腿。现在，我家家到此为止。九品武者谢天旭，谢宗师，待会儿下手轻点，可别把他的腿弄坏了。我还想留着慢慢玩呢。谢天勋，金家8大供奉之首，货真价实的9品武者。当年他凭一手七杀拳打遍江北无敌手，没人能扛住他一拳。江北才多大点地方，所谓的无敌，不过是井底之蛙罢了。你现在跪下认输，老夫念你是个练家子，多留你一只手。休欺人太甚！啊！七杀拳！金鸟，你的女保镖已经倒，我看谁还能拦我睡？你别过来！我已经跟楚昆仑订婚了，你敢碰我，他一定会找你。楚昆仑，
我呸！那个藏头露尾的鼠辈，上次他坏我好事，还伤了我几个宗师武者，这笔账我都还没跟他算呢。你让楚昆仑来找我，他敢来，我就在他面前睡了你，让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女人在我身边。你个废赘婿，在狗叫什么？这里与你无关，赶紧滚！谁说不关我事？我就是楚昆仑。哼，你这废物赘婿，还真是能装，居然敢冒充楚昆仑，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真是假，你们马上就知道。楚天，你疯了吗？这时候别出头。谢天勋是9品武者，你根本不是对手，保住自己的命要紧，赶紧跑啊！你可是我的老婆，能睡你的，只能是我。都什么时候了，还惦记这个？你这赘婿这么喜欢装英雄是吗？来人，给我先打死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是。我答应过我3位师傅，不能随意出手，因为9转神龙拳一出，9品之下绝无生还可能。现在我给你们3秒钟时间逃命，3秒后还在我面前的死！好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竟然敢在本少面前撒野！3。狂妄的小子，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2，给我上！难道人真的没在吹牛？我去，一拳打穿了一座山！你以为是在拍短剧吗？真能一拳穿山！都给我上，把那楚天给本少打成肉泥！怎么回事？老夫的丹田竟然碎了，一点力气都用不上。难道刚刚那一拳真是9转神龙？楚天，这么能打？楚天，你到底是什么来头？你还没资格知道。你要是敢动我，我爸一定不会。你没事吧？没事。小子，我承认你很强，甚至有可能是9品之上，还没死。但7步之内，你说是枪快还是你拳快？7步之内，你说是枪快还是你拳快？枪。找死！找死的人是你！7步之内，枪又快又准。楚天，什么？不，这不可能！刚刚你说7步内，枪快还是拳快？拳快，拳快！普天之下，楚爷你的拳头最快！我警告你，要是再敢打叶清霜的主意，直接端了你的金家！是。青鸟，你怎么了？刘，楚天，快来！青鸟快不行了！楚
天，快救救他，他快死了！他中了谢天训的七杀拳，现在全身经络都被淤血堵住，不到1分钟就会死去。你不是会什么浮云手吗？赶紧救人啊！我那浮云手确实什么病都能救，但他现在浑身是伤，下不了手啊。除非什么？除非浮云手打在他脂肪最厚的地方，兴许他能受得住。脂肪最厚的地方？没错，人体脂肪最厚的地方只有2处，一是屁股，二是胸口。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吃豆腐？要是不信我，那就算了。回来！怎么？你挑个地方拍吧。那我可损胸口了。你敢！逗你玩的，你扶好他喽。是浮云手，竟有如此神奇！啊！青鸟，你终于醒了，小姐。人也救了，金少也打跑了，现在你总该相信我是楚昆仑了吧？纵然你武力不俗，但楚昆仑可是能一剑断江、天神一般的人物，你跟他比，简直是萤火之光与皓月争辉。那柄昆仑剑是不能轻易拿出来，一旦出鞘就必见血死。昆仑剑我不能随便亮，但另一把倒是可以拿出来给你开开眼。可以，不管是什么剑，只要能使出楚昆仑的剑招就行。小姐，你被他调戏了。你说到底，你就是不想认账。你放心，我不是忘恩负义的人，你可以继续留下来。当叶家的名义上赘婿，等日后楚昆仑拿着婚书过来找我，我会让楚昆仑给你想象不到的身份地位，当做对你的答谢。还在说情情爱爱呢，叶清霜，知不知道你的总裁位置马上就要不保了？叶槟榔，你在这胡说什么？哈哈哈哈哈！看来你还什么都不知道啊！叶氏的资金链在1分钟前彻底断了。要怪就怪你得罪了金家。就在1分钟前，金少让他爸给江北金融圈放话，江北所有的银行都不得向叶氏放款。金玉堂这狗东西，我早知道刚才那脚就再重一点，直接踢死他。明天股市开盘前，要是找不到新的融资，叶氏必垮。到时家族那几个叔辈就会把你从总裁这个位置踢走，然后这个位置就轮到我做了。毕竟金少已经答应在我这儿入股了。你卖了叶氏的股份，你竟然去当金玉堂的狗！当狗有什么不好？只要能让我坐上叶氏总裁的位置，我当什么都愿意。等着吧，明天一到，你叶清霜就彻底完了。小姐，叶氏需要的融资可是整整100亿，放眼整个江北，也就只有星兰集团能拿出这笔钱。星兰集团是齐星兰名下的那个星兰集团吗？哼，连星兰集团都不认识，看来你个赘婿还是个没见过世面的土鳖。那好办，我让齐星兰拿钱过来便是。那好办，我让齐星兰拿钱过来便是。你让齐星兰来？你知不知道齐星兰是谁？她可是北境第1商界女强人，名下的星兰集团更是价值1000亿的商业帝国。小姐，你跟她说再多也没用，她一个吃软饭的废赘婿，根本不知道齐星兰在江北的地位。我知道啊，那丫头是挺会做生意的，把我师父留下的公司打理得井井有条。
楚天，你不要命了？齐总那样的大人物，你也敢喊他丫头？我岁数比他大，喊他丫头不行。楚天，我现在急需100亿救叶氏，没心思跟你开玩笑。我没开玩笑，你们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给他。喂，丫头，你现在过来叶家一趟，我有事找你。楚天哥哥，正好我也有事找你，回家准备融资方案吧，希望能让齐星兰帮我们一把。是，小姐。楚天哥哥，找我这么急，有什么大事呀？也不是什么大事，想向你要个100亿。早就准备好了。还是丫头最听话，没事了，你忙去吧。楚天哥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帮个忙。去星兰集团拿到融资后，立马开发布会稳住段资的影响。是。江 A88888，小姐你快看，那是齐星兰的车。青鸟，你看到副驾驶上的人了吗？那个人是不是楚天？青鸟，刚刚副驾上的人是不是楚天？楚天，小姐，你一定是眼花了。谁不知道齐星兰从来不与男人亲近，比您还高冷呢。她的车还从来没坐过其他异性。也是，楚天只是江北楚家一养子，又入狱5年，怎么可能真的与齐星兰那种人物有关系？楚昆仑，你我婚约已定，为什么到了现在你还不来找我？你若是在，我又岂能如此无助？月华酒店，丫头，你要我帮的忙，不会是重金求子吧？楚天哥哥想要，丫头自是不会拒绝。傻丫头，哥哥跟你开玩笑呢。齐星兰也是9凤之一，但心脉尚未成熟，必须找到幽冥兰花才能催熟。楚天哥哥，其实今天找你，是想请你帮我救一个人。他得了一种怪病，卧病在床半年，江北所有的神医都束手无策，只能来求你。生死有命，我可不能随便出手救人，乱世间因果。楚天哥哥，求你了，这个人是我的结拜姐妹，情同手足。行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去看一眼。至于救不救，还要看他的造化。6品的武者用来看门，看来房间里这个人的身份必然非同寻常，绝不是普通的富家千金。楚天哥哥，求求你一定要治好月华姐，她已经病入膏肓了，最多只剩半年寿命了。面色潮红如火，周身灼用气不散，看来是中了极深的蛊毒。住手！你要对唐总干嘛？孙神医，别误会，这是我特意请来给月华姐治病的。治病？年轻人，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能让齐星兰对你如此信任，但唐总的病可是连我这个神医都治不了。你一个毛头小子，居然妄言能治好？是你才妄言吧？小病都治不好，还好意思说自己是神医？老夫乃是江北第一神医，你竟敢如此藐视我！我没有藐视，只不过是说了句实话罢了。你医学最讲究资历火候，你小小年纪满打满算才学了几年医，
难不成医术还能比老夫高明？那是你菜。好，今天你要是在老夫面前治好唐总，老夫跪下来拜你为师；若是治不好，留一只手，滚出这里！孙神医何必如此？楚天哥哥也是好心帮我救人。好，赌就赌。楚天哥哥，月华姐只剩半年寿命，万一她已经……放心，我这浮云手，只要人还没投胎，就都能拉回来。刚刚发生什么了？居然是已经失传多年的浮云手。看来你还不算蠢透，还算认得这门医术。可惜你资质太差，我不收徒。神医，求您收我为徒，求您了。我都说不收徒了，你怎么还赖上了呢？月华姐，你没事了。刚才胸口被拍了一掌后，那种灼热窒息的痛感一下子全没了，浑身都通透了。月华姐，治好你病的人是楚天。你中毒很深，估计还得在胸口拍一掌。楚神医真是医术通天，一掌便治好了月华的病，请收月华一半。感谢就不必了，来点实在的，直接给钱吧。楚神医治好了我，只是要钱。那不然呢？难不成你想白嫖？楚天哥哥，月华姐不是那样的人。看来星兰跟你说过我的背景，钱对我唐月华来说是最不值一提的呢。糟了，叶青霜的发布会快开始了，我得回去了。齐总怎么还不回来？发布会要开始了，我先去顶着。只要齐星兰看到这份融资方案，一定会出手帮叶氏的。是小姐。叶总，请问叶氏资金链断裂的消息是否属实？有传闻称您的总裁之位即将不保，请问这是真的吗？股市马上开盘，叶氏是否即将面临破产清算？我叶青霜在此澄清，以上所有消息均为谣言。叶氏集团运营一切正常，不存在任何资金问题。这不是谣言，叶氏马上就要完了。刚刚股市已经开盘，叶氏的股票因为资金链断裂暴跌至40%。不用半小时，叶氏股票就会彻底跌穿。我说唐姐，你怎么能当着这么多记者的面公然撒谎呢？这些记者是你请来的？唐姐，你也不想叶氏真的破产吧？只要你签了这份转让书，把总裁之位让给我，我就替你收拾这个烂摊子。不必了，我已经拿到了星兰集团的融资。你拿到了星兰集团的融资？没错，青鸟已经在返程路上，那100亿马上就到。叶青霜，你唬人的本事真是一点没退步啊！在回来的路上，那就是没有。谁说没有的？听说是叶家的便宜赘婿，还是个劳改犯呢。你个倒贴上门的赘婿，跑来凑什么热闹？滚一边去！这就是叶青霜的融资合同。融资合同？哈哈哈！一个赘婿能融到多少钱？50块还是100块啊？啊！是100亿。天，别闹了！我知道你想帮我，但100亿不是靠口嗨就能换来的。叶青霜说的对，口嗨可是换不了100亿。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看，是不是100亿？
真的是星兰集团的融资合同，叶家的赘婿竟然深藏不露啊！星兰集团不单给叶氏投资了100亿，而且集团的负责人齐星兰，也就是我小妹，也会莅临现场合照，共同宣布这个好消息。什么？齐星兰要亲自来？听说她是江北第一女商人，低于200亿的项目，她根本不会露面。叶下要上大头条了，一定要拍到齐总的照片。这是齐星兰的亲笔签字，你居然真的拿到了星兰集团的融资合同？怎样？我就说我没吹牛吧。叶槟榔，星兰集团的融资合同已经拿到了，叶氏总裁的位置，你别想了。叶槟榔，你疯了？撕合同干什么？原以为你嘴欠，没想到还手欠。这合同一定是假的。楚天这5年都在牢里，他怎么可能认识齐星兰？怎么可能拿到星兰的融资？来人，把这个造假的赘婿抓起来！我看谁敢！只要我一天还是叶氏的总裁，你们就别想动楚天。叶青霜，你要是还包庇这个作假融资的赘婿，就别怪我不念亲情了。住手！刚刚是谁说星兰集团给的合同是假的？刚刚是谁说星兰集团给的合同是假的？齐总，您怎么亲自来了？怎么，我来叶氏还需要向你报备？不是，齐总您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要是提前知会一声，我一定亲自去门口迎接您，绝不敢怠慢。这是怎么回事？齐总，就是这个赘婿楚天伪造您星兰集团的融资合同，幸好我及时识破，当场把假合同撕毁了，没给您和星兰集团带来名誉损失。来人，给我把楚天好好教训一顿，免得脏了齐总的眼睛。齐总，你打我干嘛？伪造合同的是楚天，又不是我。这合同是我亲自批准，谁让你撕？什么？这合同真有100亿？我齐星兰以星兰集团董事长的名义正式宣布，星兰集团将向叶氏集团注资100亿，全力扶持叶氏发展。100亿，这下叶氏要起飞了！看吧，我就说我小妹会来帮我。好了，这次算你有点用。就算楚天再有本事，那齐星兰也不可能真是他小妹，估计是青鸟提交的合作方案打动了齐总吧。叶青霜，就算你保住了总裁的位置又有什么用？你可别忘了，叶氏如果1个月后不能成功加入四海商会，最终还是会彻底瓦解。叶青霜，你这总裁位置最多也就还能做1个月，1个月后，你若没办法让叶氏加入四海商会，叶氏也是要完。不用1个月，3天，3天我让叶氏获得加入四海商会的资格。楚天，你个赘婿知道加入四海商会的门槛有多高吗？不是有钱就行的。楚天，你别闹了，四海商会的门槛每一个都难如登天。那除了要100亿的资产，还要有5道大宗师坐镇和高级批文。没错，钱、武、权，一个条件都不能少。而如今放眼整个江北，符合条件的只有金家。论钱，金家掌控着江北大半银行；论武，金家有玫瑰会帮手；论权，金家背靠逍遥侯。玫瑰会，怎么有点耳熟？
叶晴霜，我看你几时完！楚天哥哥，我只能在钱上帮你，其他的实在没办法。楚天，怎么，吃醋了？我才没有。你不是只喜欢那个楚什么昆仑吗？那我们现在也是合约夫妻，你只有我能碰。齐总，今天感谢了，等我处理完家事，定会好好宴请报答你。这都拿不下叶晴霜，这个楚天真是碍事。去，悬赏1000万，请江死玫瑰会出手。玫瑰会可是大夏第一杀手组织，界丹还从来没有失手过。我就是要那楚天死！小姐，大葱施武者或许还能重金招揽，可高级批文根本不是花钱就能买到的。我知道有个人跟逍遥侯有关系，或许能跟他换得批文。小姐说的是月华酒店的老板唐月华？正是，此人与逍遥侯关系不一般，眼下这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唐月华，这名字听着有点熟。你好好待在家里，别再出去给我惹麻烦。想起来了，不就是那个中了火毒的寡妇吗？这身材也太好了吧！姑爷见笑了。姑爷想要吗？可以吗？姑爷真是心急。放心吧，我会把你伺候的舒舒服服的。就算你是武道宗师又如何？我血玫瑰的媚术，可不是你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可以抵挡的。快给我！别急，我现在就给你。玩够了没有？你没中媚术？刚才只是跟你玩玩罢了。我本世间真轮，区区媚术，又能奈我何？哟，看起来比叶青霜的有料。混蛋！你竟敢轻薄我！但比起我那3个师傅，你还是差了那么一点。找死！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这么强？不应该是我问你是什么人才对吧？放肆！我可是玫瑰会江北分会的会长。原来是玫瑰会的。你今天要是敢侵犯我，即便你逃到天涯海角，我也敢保证玫瑰会会将你千刀万剐，碎尸万段。是吗？你没听到我是玫瑰会的人吗？你敢动我？你居然抽老娘的屁股！抽了啊！臭小子，你死定了！根据玫瑰会手册第8条，羞辱我会人者，必遭整个玫瑰会的杀手追杀之。
你说，整个玫瑰会都要把我怎？这是玫瑰戒。你怎么会有玫瑰会的戒指？这是总会长的信物，玫瑰会至高无上的身份象征。因为我就是你们少主啊！你是少主？根据玫瑰会手册，见到戒指者应该怎样？谢玫瑰拜见少主。起来吧。少主，您不应该在伺候会长吗？怎么出来了？唉，别提了，我是被你们会长赶出来的，让我出来娶老婆。方才没认出少主，请少主恕罪。受什么罪？你刚刚又没伤到我。那是，少主乃武道大宗师，血玫瑰怎么可能伤得了您？我入世的事，你要烂在肚子里。我的身份，更不能对外泄露半个字。莫非少主惹了什么仇家？我倒不是怕仇家报复，而是我当年身世未查明，不宜太张扬行事。少主放心，奴家一定替您死守秘密。若是泄露半句，奴家甘愿受少主鞭插致死，绝无怨言。鞭插致死，这句话听着怎么有点不对劲呢？行了，起来吧，我可没兴趣鞭插你。哎呀，少主，奴家这不是想跟您亲近亲近吗？只要少主愿意，奴家可以任您鞭挞哦。我不是变态，没有鞭人的爱好。你还是先说说是谁雇你杀我的吧。回少主，是金家金玉堂。又是他？那他出了多少钱？1000万。多少？1000万就能买我的命？少主息怒，金家有眼不识真神，竟敢对您痛下杀手。您放心，我这就通知总会，让总会派人灭了金家。不用，你回去告诉金玉堂，就说此次目标有点难弄，得加钱。加钱？少主，我没听错吧？您要仇家加钱杀自己，这操作也太离谱了吧！你尽管开口往死里加，让金家10亿的往外掏。为什么啊，少主？金家是江北唯一凑齐资格能进四海商会的家族，我先薅光他的家底，断了叶氏最大的拦路石，把金家彻底扎根。我明白了，这不是收取雇佣金，而是仗着玫瑰会的势力明抢。看来你也不算笨，都说胸大无脑，这话放你身上也绝对。可万一金家嫌价格太高，直接放弃暗杀怎么办？不会，金玉堂那狗东西我太熟悉，极好面子，偏执又自负，为了争一口气，花再多钱他都心甘情愿。是，血玫瑰必定办妥，绝不辜负少主嘱托。这血玫瑰真是听话，要她是9凤之一就好，估计在床上也会相当配合。好了，既然得了命令，就去吧。接下来我也该去弄一个批文回来。唐老板，楚神医可还记得我？今日我特意登门，是来报恩的。我已经听说了，你入赘的叶家眼下急需四海商会的入会批文。我和逍遥鹏素有交情，这件事我或许能帮上把忙。唐老板为了报恩，竟然这般下血本。那是当然，只要楚神医开口，月华只有能办到的事，一定去办。我不要批文，我只要你。什么？要我？严格来说是要唐老板的身子，只要一次就好。楚神医请自重，我唐月华虽然是北境第一寡妇，但却也不是随便的人。刚才不是你说只要能办到就一定办吗？你救了我，恩重如山，因此哪怕是要我性命，我也绝不皱眉头。可要是想让我，除非我死。行了行了，不给就算了，反正当时救你也是举手之劳。楚神医，你难道不想要四海商会的入会批文吗？你手里的批文我不感兴趣，因为我自己也能搞到。说实话，你身上除了你的身子，别的我都瞧不上。
什么？我这些可都是6品武者，你居然一招一个！我还有事，就不陪唐老板闲聊了。一武双绝，难道他就是当年孤身一人击退整个东瀛势力的传奇楚昆仑？若他真是楚昆仑，我或许就能彻底摆脱逍遥侯的掌控。我记得楚昆仑大腿处有一小块唇形胎记，在没确认之前，还是别打草惊蛇。叶清霜真是，使唤人干活还不给饱饭吃，先填饱肚子再说。好香啊！卖炸串啦，大哥要来一串吗？雪柔，楚天，当年我性格软弱，没少受班里同学欺负，唯独雪柔把我当朋友，还常常给我带好吃的。当年她可是我高攀不起的校花，可如今怎么落到这般田地？楚天，你一直盯着我脸看干嘛呀？没，5年没见，有些感慨而已。对了，你不是出国了吗？什么时候回来的？我没有出国，而是入狱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在高中毕业时，我去你家找过你，可你父母亲口跟我说你是出国务工了。我当时还为此气愤了好久，气你走了竟然连个招呼都不打。我坐过牢，你就不嫌弃我吗？你是什么人我最了解了，就算真是坐牢了，也一定是被冤枉的。你还没吃饭吧？你先坐会儿，我给你弄好吃的。这雪柔还真是一点没变。九纹龙大哥，别忙了，今年的房租该交了。是，今年不是3万了，而是30万。什么？30万？什么？有问题？就算这里地段好，也不至于涨到这样吧？再说了，我们之前都是签了合同的，承诺10年不涨价。这间店子是我们老板的，他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们租得起就租，租不起就滚蛋！你们这些无赖，分明就是在欺负人。所以我们今天就耍赖了，你又能如何呢？但我们手里现在没那么多，你们看看是不是可以缓几天？缓几天？可以啊。那就让你女儿陪我几天。你想缓几天，就让你女儿陪我们几天。哥几个，你们看怎么样？全都听大哥的。这么好看的小妞，味道一定好极了。你们这群畜生，快放开我女儿！你们这些人渣，真是太过分了！我现在就报警抓你们！报警？我劝你还是别白费力气了。在江北，我们老板就是规矩。你今天就算把局长找来了也没用。这么精致的身体，老子还真没试过。来，给哥碰一下。他是我的人，你动不了。小子，你谁啊？你还没资格知道我是谁。那你知道我是谁吗？在江北还没有我九纹龙动不了的人。你快跑，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你是我老同学，怎么没关系？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老同学？你就别管我了。你从小就性子弱，他们可是地痞混混，还带家伙来，你应付不了的。住手！小子，你他妈挺猖狂啊！给我弄死他！
找死！你是武者？对，我是武者，还是大宗师级别的武者。大哥，这小子这么瘦弱，不可能是大宗师武者。你傻呀？他是不是大宗师？我们现在都打不过。以前的楚天不向来都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吗？怎么今天这么厉害了？一群社会无赖，谁给你们的胆子，也敢动我的人？小子，你千万别冲动，我身后可是有人的，就算你是武者，也惹不起。楚天，见好就收吧，别真惹出大麻烦。好，你现在就打电话叫人，能叫多少是多少，我等着。这么嚣张，一会儿我看你怎么死！楚天，他既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视法律于无主，那么他身后之人，这当然不是一般人。要不咱们还是抓紧跑路吧。别怕，有我在。今天就算是江北一哥来了，也得管你叫一声姐。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能不能别吹牛了？是哪个不怕死的，敢欺负本少的人？楚天，我们得罪的居然是陈少成。陈少，你总算来了，你可要给我做主啊！楚天，快走！他是江北一哥陈少成出了名的恶棍，养了好多厉害的武者，你根本不是对手。谁打的？是他，陈少，您是不知道啊！我刚才提了您的名号，对方不仅不害怕，反手就把我们打伤了，分明是不给陈少您面子。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自己砍掉1只手赔罪认错，要么拿出300万赔偿我们的损失。300万，我们拿命都赔不起啊！得罪我陈少的人，从来就没有好下场。想活着，就得付出代价。钱没有，命有一条。有本事，你就试试来拿！楚天，你居然能一个打10个！不，我能打多少，在于他能来多少人。他要来100个，我就能打100个。有点东西，没想到你还是个武者，但打闹到此为止了。能死在他手里，是你的荣幸。他师傅可是江北第一的9品宗师，金毛狮王谢天训。谢天训，这名字怎么有点耳熟？看来你也听过我师傅的威名。我深得我师傅真传，练就了他的独门绝技七杀拳。哦，七杀拳，我想起来了。哼，现在知道怕了，晚了。给我把这小子手脚都打残，让他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就是那个被我一拳震碎丹田的谢天训。你怎么知道我师傅的丹田碎了？我当然知道，因为就是我干的呀。敢问这位高手尊姓大名？行吧，告诉你们也无妨。本大爷就是楚天。楚天，就是近期在江北搅风搅雨，把金家闹得鸡犬不宁的那个楚天。求高手饶命，小辈有眼不识泰山，无意冒犯您，求您大人有大量，饶我一命。你走吧，你这武道等级还不配输在我身上。谢前辈大量，谢前辈大量。还有谁想打断我的手脚的？原来是楚哥，您看这扯不扯？咱俩真是不打不相识，今天的事儿就当是个误会。误会？你砸了店，还打伤了人，这能算误会？那楚哥想怎么让？跪下，道歉，赔钱。楚哥，
我陈少成好歹也是江北有头有脸的人，你让我像一个卖串的跪下？怎么，做错事不该道歉？楚哥，意思一下就行了，大家都在江北混呢，没必要为了一个卖串的女人撕破脸，您觉得呢？今天我就为她撕破脸了。我现在给你2个选择，要么立马跪下，要么我掰断你的腿，然后帮你跪下。不是给我跪，是给他。我们走！我让你走了吗？你还想做什么？赔钱呢？赔多少？1000万。楚天，你别太过分了！过分？你手下的狗腿子欺负我朋友的时候，怎么不说过分？如果今天不是我在，我朋友是不是就受到了侮辱？这女人是镶钻了还是怎么着？凭什么值1000万？楚天，算了算了，我也没什么事，店也能收拾，差不多就行了。做错就要付出代价，何况你们家被霸占了祖屋，正好可以用这1000万赎回。你就是楚天啊？之前老是听雪柔提起你。妈，我哪有？要不是楚天当年出国了，说不定你们俩已经一起了。妈，行行行，这里妈来收拾吧。楚天还没吃饭呢，你赶紧带他去吃饭吧。陈少成前来求助风尘大人。求风尘大人帮我陈家杀一个人，叶家的赘婿楚天。他根本就不叫楚天，他的真名是楚昆仑。楚昆仑？怎么可能？这楚昆仑就算化成灰，我也认得他。当年他坏我东瀛大事，我早就想取他狗命。想让我们东瀛出手杀他不难，只需你把叶清霜弄到我这儿，只要我得到了玄冰封体，便是楚昆仑的死期。这月华酒店怎么跟宫殿一样，好夸张啊！怎么，心疼钱了？我才没有，我们5年没见，好不容易聚一次，当然请你吃好吃的。逗你玩的，我在这吃饭不用钱。皇帝包间，楚天，不是我不想请你进皇帝包间，而是这里是月华酒店顶级的包厢，想要进去是需要帝皇金卡的。咱们还是找个散台随便吃点吧。别人进这包间需要刷帝皇金卡，但我不用。那你怎么进去啊？我刷脸。楚天，你别闹了，月华酒店可是江北最好的酒店，怎么随随便便就能混进去？楚神医，您来了，老板特意吩咐过，以后帝王包厢您想来就来，随时都为您预留着。愣着干什么？走啊！楚天，他怎么在这儿？人家傍上了叶家，来这儿吃饭不是稀松平常吗？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妈，不对，他身边跟着一个陌生女人。儿子，你不会看错了吧？他都入赘叶家了，怎么还敢带别的女人出来吃饭？妈，我绝对不会看错，他身边就是跟了一个女人，不仅长得很漂亮，我还敢保证她不是叶家人。那照你这么说，楚天他是出轨了？走，咱们这就去抓奸，
然后拍照给叶青霜，到时候看他还怎么待在叶家。等一下，现在的楚天很能打，万一被他发现，我们就功亏一篑了。那怎么办？难道看着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吗？我记着他的酒量很差，等一会儿咱们过去，接着道歉赔罪，请他喝酒。以他吃软不吃硬的性格，一定会喝。只要把他灌醉，他跟那女人是不是睡了，不都是咱们说了算吗？儿子，你真棒！到时候只要咱们把他出轨的照片发给叶青霜，叶家不把他大卸8块都算便宜的。没错，如此一来，楚天必定会被赶出叶家。而叶家最注重名声，到时候我再顶替过去，就说当初搞错了，相信叶家也不会多说什么。慢点儿，没人跟你抢。谢谢。都说慢点儿。什么东西这么软？难道是雪柔的？我记得雪柔当年身板瘦得很，也就葡萄大小，如今竟然跟馒头一般了。怎么了？没什么，你慢点吃。原来吃得多真的会发育啊！还有菜没上，进来吧。怎么是你们？楚天，他们是谁啊？一些无关人士罢了，不用理他。楚天，我好歹也养了你这些年，你居然……儿子，你看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咱们可是一家人啊！是啊，弟弟，我和爸妈昨晚想了一晚上，也知道之前的事儿是我们做的太过了，所以这次特意来给你道个歉。道歉？我知道是我的过错，连累了你坐牢。这些年哥心里过意不去，一直想找机会向你赔罪。哥先干为敬，向你赔罪了。都是一家人，哪有什么仇怨？我们是真知道错了，请你给我们一次赔罪的机会。喝了这杯，就让过去的都让它过去吧。对，干了这杯，一笑泯恩仇。果然不出我所料，楚天这小子就是吃软不吃硬，这么容易就上套啊！咱俩再灌他几杯，凭他那点酒量，肯定很快就醉倒。好，一家人就该这样。来，儿子，妈也敬你一个，祝你以后在叶家顺顺利利，步步高升。楚天，你别再喝了。没看出来他们是在灌你吗？哎，你谁呀？我们一家喝酒跟你有啥关系？就是你这个外人，别多管闲事。没事儿，我心里有谱。你有谱个屁！你酒量多少我不知道吗？当年高中毕业同学聚会就喝了2杯啤酒，还是我扶你回去的。你现在还敢喝白的？弟弟，难得今天一家人团聚，不多喝一杯怎么行？对，一家人多喝几杯。楚天，爸妈，估计再来几杯他就倒了吧。楚天，咱再来一圈。你们既然想跟我喝酒泯恩仇，那用小杯是不是显得太没诚意了？
你这是做什么？我看还是对瓶吹的好。对瓶吹白酒，几年不见，该不会成酒神了吧？不可能，他坐了5年牢，拥有一身武力倒可以理解，可监狱里是禁止饮酒的，酒量怎么长？估计是想吓住我们，咱们别被他唬住了。儿子，妈还没吹过白酒呢，要不你给打个样？别喝，你这一瓶下去，还不是要我替你收拾烂摊子的？那还不如我来喝。不能喝酒就别喝，谁让你等啊？不行，你喝醉了又得乱摸我了。乱摸？我啥时候摸过他了？儿子，你要是喝不下去就算了，让一个女人为你挡酒，说出去可丢人啊！没事儿，你那点酒量我们都知道，3杯就已经是极限了，可千万别喝坏了身体。喝不了就别喝，毕竟你不能跟我比。我喝完了，现在该你们了。他竟然真的一口气喝了1瓶白酒，这怎么可能？他以前酒量那么差，3杯啤酒就倒。这回死心了。我已经干了1瓶，该你们了。你们每人喝1瓶，我就陪你们喝1瓶。儿子，爸今天有点不舒服，要不还是算了吧。妈今天来那个了，可不能喝了。我没吃饭，空腹不能喝酒。想灌我酒的是你们，不想喝的又是你。怎么，我看起来就那么好糊弄吗？今天要么自己喝下去，要么我强灌下去，两者选其一。白酒不是啤酒，啤酒可以对瓶吹，但白酒搞不好可是要死人的。不管怎么说，你都是我们养大的。当年要不是我们收留你，你早就饿死在街头了。可你倒好，不报答我们的养育之恩也就罢了，竟然还要逼迫我们喝白酒，你还是人吗？既然你们不珍惜机会，那就怪不得我了。楚神医有什么吩咐？去叫几个武者进来，帮他们把这桌酒全喝了，一滴都不能浪费。是。楚天，爸爸跟你闹着玩呢。楚天，你怎么长得这么帅？不仅帅，人还好。这雪柔读书的时候明明是个乖巧文静的乖乖女，怎么喝了酒反差这么大？奇怪了，以我的真气之精纯，随便输送1-2道便能为其解除酒意。难道雪柔是9凤之一？干嘛呢？当年你喝醉那次可没少欺负我，把我全身都摸了个遍。今天我一定要你还回来。原来刚才说的遭罪是这个。好，好，好，以后都让你欺负，行了吧？真是麻烦你了，楚天。没事。你这孩子，真是不让人省心，学人家喝什么白酒。妈，我这不是高兴吗？
小柔，不是妈觉得楚天不好，而是妈打听过了，人家已经结婚了。怎么可能？楚天刚出狱，妈没骗你，楚天娶的还是江北叶家的长孙女叶清霜。我知道你们的关系很好，但不管如何，我都不能允许你给人家做小。楚天，不是让你在家吗？你怎么又乱跑出来？我出来不是为了帮你找入会批文吗？批书我已经拿到了。你拿到入会批文了？谁给的？今天我在唐老板那里等了一整天，本来都以为没希望了，没想到准备走的时候，他让人把批文送过来了。他把批文给你了？我记得我可是说了不要。楚天，你别总装的好像整个江北的人你都认识好不好？我现在得赶紧回夜市，没空管你。小姐，你乖乖在家待着，别乱跑，免得金家找你麻烦。唐老板，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主动把这么重要的批文白送出去？当然不是白送，这个批文想换你上酒店喝杯咖啡。把裤子脱了。唐老板，上次见面我说想要，你不给，怎么这次主动赶着要？莫非有诈？楚神医，你可是我救命恩人，我怎么会害你？我只是想不明白，唐老板约我开房的理由。楚神医，之前说想要，但我总得先验验货吧。我可不是吹，我那里可是相当威猛。是吗？那赶紧脱下裤子，让姐姐先看看。行，那你就看看好了。只要楚天的大腿上有那枚唇形胎记，就足以做神。他就是传说中的楚昆仑，我就能摆脱逍遥侯的掌控了。怎么样，唐老板？没让你失望吧？你可以走了。什么？是觉得我不行？你别多想，我只是突然不想要。你要干嘛？楚天，你这是干嘛？赶紧放开我！你可以看不起我坐了5年牢，但不可以看不起我那里的活儿。我那3个师傅都不敢轻视我，今天我必须让你知道我的厉害。楚天，你误会了，我真不是看不起你，而是我必须守寡1年未满，你可别冲动了。你把我惹火了，又让我别冲动，想得美。那你想怎样？好，我不逼你。刚才你看了我的，现在轮到我看你的了。什么？我大你6岁，怎么说也是你长辈。看个腿而已，又不是要吃你一块肉。唐老板，不是玩不起吧？看够了没？楚天，你快回来，庆霜要被带走了。啊！爸，看着清霜这些年兢兢业业，为叶氏付出了那么多，看您就放过他这一次吧。能干又有什么用？招了个坐过5年牢的赘婿，把叶家害惨了。之前得罪金家，现在又得罪了东营集团，惹祸的本事倒是一流。青霜，你这些年确实对叶氏做了很多贡献，但东营集团势力庞大，手段狠辣，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所以，经过族中众人一致决定，准备把叶青霜送到东营集团赔罪。若你不愿去东营，那你就成了叶家的千古罪人。你们说把我女儿送过去就送过去，凭什么？凭什么？就凭我们叶家的大供奉，这个理由够吗？叶家的大供奉都是7品武者，根
本没人能拦得住，这下完了。你们想把我老婆送去东营，我同意了吗？小天，这事你别管了，老爷子动用了大供奉，你帮不了了。你就是老大家新招来的上门女婿，那个坐过5年牢的劳改犯，就凭你，也想插手阻拦我叶家的事儿？对，就凭我。今日有我在，别说是你口中的大供奉，就算是耶稣来了，也带不走他。我说的。哼，你说带不走就带不走，你算老几？一个劳改犯也敢在我叶家翻天？赵太，动手！天，你要是再敢多管闲事，我就让赵太第一个废了你！赵天，你别犯傻了，这是我们叶家的家事，跟你没关系，你别牵扯进来，快松手！我既然叫了你一声妈，就不会看着你和青霜受委屈。今日我必护你们周全。这事跟小天无关，你们别为难他了。我的丹田就这么没了，一脚把我的大供奉踢废了。这废物赘婿竟然是武者！没想到我女婿不是一般人，我看你们谁还敢欺负我女儿！楚天，我就知道你会来。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带走你。老爷子，要不你再找几个更厉害点的？我记得叶家不是4大供奉吗？都叫进来吧。楚天的实力，就算把家中武者全叫来，也不是对手。叶青霜，你现在本事大了，连我的话也不听了，我这一家之主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爸，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你这是做什么呀？得罪了东营集团，叶家迟早要被灭门。我这个一家之主没本事保全家族，只能以死谢罪了。行了，都别演了，打不过就开始道德绑架，还要不要脸？东营集团势力太大，我可不想跟着陪葬。我决定退股，把我的股份全退出来。我也退，我也退。叶氏好不容易达到了加入四海商会的资产要求，你们现在来退股，叶氏都不知道哪天就会被东营集团灭了，还谈什么进四海商会？我们几个占股至少有30%，你得退我们30亿。不就是几十个亿吗？我退给你就是。你退给我们？你拿什么退？真以为自己能打就能赚钱了吗？30亿？你以为30块啊？你要是真有钱，还至于来我们家当赘婿？别说是30亿，就算是300亿，也不过是我一句话的事情。我没听错吧？30亿？你以为拍短剧吗？30亿张嘴就来，吹牛谁不会？他要是真有钱，还用去坐牢？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既然如此，不如我们打个赌吧。赌什么？就赌我24小时内能不能拿出30亿现金。如果能，以后叶氏是叶青霜的叶氏，你们再无任何干戈。不知天高地厚。好，我跟你赌了。要是我能见到这30亿现金，到时候别说把叶氏给他，就算让我给你跪地舔脚都行。老爷，我们先回去吧，24小时后我们等着看好戏。他们就是想让你们往坑里跳，你们还非得跳。这事是因我而起，这30亿我来解决，你们放心。好，女婿，妈信你。你还信他？要不是他得罪了陈少成，连累我们叶家得罪了东营集团，我们家现在能落到这个地儿？事情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不相信小天还能信谁？难道信你这个废物吗？刚刚被欺负，你一句话都不敢说，像个鹌鹑一样躲在角落。我也相信楚天。青霜，你也跟你妈一起犯傻。他除了能打一点，还有什么本事？爸，你什么都不用说了，这次我愿意跟他一起赌。他要是真能拿下来，
老子就支持。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又为什么要接近我？我问过青鸟，他说你的武道实力至少也是宗师，甚至还有可能更高。武道宗师的强大，那是连星兰集团那种顶级财团都要费尽心机拉拢的人。如此人物，为什么要屈尊入赘叶家？当然是见你长得漂亮，想要你呗。我要听实话。我说的就是实话。你本事之高，就算放眼整个华夏，都能算得上是1号人物。而如此人物，想要女人，还用如此费尽心机？也罢，既然你都看出来了，那我摊牌了。其实我之所以为你做这么多事，又甘心当赘婿，是为了你的玄冰凤体。那我要是不同意呢？你会如何？那我就只能用强了。要是想用强，你早就用了。你激我？说吧，你想趴着还是跪着？是跪是站，还不是你动动手的事儿。你真以为我不敢？你真的敢吗？好吧，你赢了。我楚天从不强人所难。但你记住，总有一天，我会让你心甘情愿的主动给我。楚天，你如果像楚昆仑一样强，能端了东瀛集团，说不定我真就心动了。不好了，楚天哥哥，月华姐她……羞啥色呀？你之前又不是没看过。怎么，被我说中了，恼羞成怒了？你别瞎说，我一直都把你当亲哥哥，从来没有别的想法。耳朵都红成啥样了？谁家妹妹会对哥哥红耳根的？你不是只有90斤吗？怎么也有地位？别看了，我找你是有急事的。月华姐又犯病了。又犯病了？火毒明明都解了，怎么可能还犯病呢？你赶紧去一趟吧，再晚我怕要出事了。楚神医，您总算来了。傅伯，月华姐怎么样了？情况不是很好，楚先生还是赶快去看看吧。楚神医，夫人房间里来了一位大人物。此人在北境权势滔天，又与夫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所以一会儿对方要是有什么地方冒犯了您，您千万别往心里去。要是心里实在有气，等对方离开后，您就把气全都撒在老朽身上。大人物，管他什么大人物，敢多逼逼一句，直接拳头刺。
被抽血了。谁这么狠，竟然给人抽血抽到这种程度？是我。哼，是你干的。几滴鲜血而已，又死不了人，何必如此大惊小怪？几滴，你都要把月华姐的血抽干了，告诉我死不了人！堂堂月华凤体，怎会那么容易死？楚天，别冲动。月华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是神医吗？让他看一眼不就知道了？我倒要看看这个帮唐月华解了火毒又击败金家的小子到底有多少本事。畜生！你竟然通过火毒中和月华凤体的极阴之气，窃取其产生的阴阳鲜血！楚天哥哥，什么是阴阳鲜血？所谓阴阳鲜血，乃是一种通过特殊秘法产生的神奇血液。这种血液具有阴阳两种属性，是炼制阴阳丹的必备材料。服用此丹，能将其实力在短时间内提高数个境界。月华姐的血被用来炼丹了。没想到你小子倒真有点本事，怪不得唐月华会对你如此重视。不过可惜，我这次给他服用了烈火丹，效果比火毒还要好上数倍，并且他现在又被我抽了不少鲜血，伤了本源，没几年活头了。除非是我的火灵芝，不然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他。既然火灵芝能救他，那你还交出来？你背着我跟我的女人在一起，还想跟我要火灵芝？你想多了，我跟唐老板只是普通朋友。哼，普通朋友？金玉堂都跟我说了，你是他养的小白脸，敢跟我逍遥侯的女人玩，你还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又是那个姓金的，老子早晚打断你的腿！我跟唐月华虽然只是名义上的夫妻，没有夫妻之实，但她一天是我的女人，一辈子就都是我的人，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染指她。至于取血嘛，我有的是办法能保她性命，取点血又怎么了？你已经有了取死之道。不要，楚天哥哥，他可是逍遥侯，我们惹不起的。我听金玉堂说了，你的武道达到9品，但还不配在本侯面前放肆。不过本侯见你有点本事，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现在肯跪下给本侯磕3个响头，并服下生死丹成为本侯的死士，本侯就饶你一命。看来你生气我跟月华姐走得近啊。哼，不然呢？就凭你一个区9品武者，也配本侯亲临江北？好，既然你嫉妒我和月花姐的关系，那我今天就把我们俩的关系做实了。别动，我偷偷传一丝真气吊住你的命。楚天，这小子年纪不大，活儿倒不错。唐月华，你居然真的背叛我了！好，你这辈子都别想我拿出火灵芝。反正都要死了，那不如疯一次。我去！你们2个贱人，竟然当众给我戴绿帽子！玩得这么刺激？怎么，你后悔了？我后悔。
我后悔没早点发现你这么骚。燕云18位何在？不好，是燕云18禁卫。传说中他们杀人不眨眼。你们两个既然这么恩，那我今天就要把你们砍成肉酱，葬在一起。杀！什么？这可是燕云18位啊！就算只来了9人，也足以秒杀宗师。难不成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大宗师？燕云18位，就这么没了一半。逍遥侯可是北境的2号人物，楚天哥哥确定要以此人为敌了吗？为敌？他还不配当我楚天的敌人。跪下！青云道，不说他是九品吗？怎么会这么强？到底是谁？来自哪方氏？我的事就是我自己。交出火灵芝，不然我废你。应2号人物，放了我，否则……废，真的。等会儿，我根本没火灵芝，我根本没火灵芝。什么？火灵芝乃上古奇药，世间罕见，我怎么可能有？之前说有火灵芝，只是为了要挟唐月华，让他乖乖听话。念在你现在还对大夏有用，能牵制东瀛人的侵犯，暂且留你一条狗命，赶紧滚！好，我滚！后悔了，施报此仇。我的真气也只能暂时吊住你一口气，想彻底保住命，还是得找到火灵芝。火灵芝无比珍贵，十分难寻，我怎么好再麻烦你？其实想要得到火灵芝也没那么难，只是我跟那个掌管火灵芝的傻娘们儿是死对头。死对头？莫非是什么不共戴天的灭门之仇，还是血海深仇的杀亲之恨？都不是，其实就是我上个月抢了他的一个包，但当时可是我先看上。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儿呢。无妨，我去买，这样他自然不会故意刁难。地址：万药寨。又怎么了？钱不用了，我有。这不是我的钱，而是金家的钱。金家的钱？金家最近不知道为何疯狂套现抛售股份，于是我就趁机抄底，夺了他们不少产业，能一只手就把金家搅得鸡飞狗跳，只有楚天哥哥了。月玫瑰办事还挺麻利的。行，就当金家的赔偿吧。万药斋果然是华夏第一药房，连摆在门口的都是百年野参。先生你好，请问要买什么药？火灵芝有吗？什么？你要买火灵芝？怎么，你们这里没有？不，我们这里倒是有，不过这火灵芝乃绝世珍宝，千年难遇，整个华夏都没几枚。行了，你就说多少钱吧。5亿。5亿？我知道5亿的价格确实有些夸张，但正因为价格高昂，才能挡住那些随意询价的人。而这火灵芝确实难寻。再来2根。什么？2根？先生，我刚才说的是5个亿。关卡成功，1000000000000元。 9个0，10个亿，
说花就花了，这也太好了吧！赶紧去拿灵芝吧。不好意思，先生，万药斋只有1枚火灵芝。1枚就1枚，那5亿不用退了，就当你的提成吧。可以当提成，上个班还能遇到榜一大哥。还愣着干嘛？是。大哥，对不起，这火灵芝已经被人预定了。预定了？他付过定金了？那倒没有，不过对方是位大人物，不会言而无信的。不管他会不会言而无信，但只要没付定金，那就不算预定。我再加5个亿，你那提成不变，我用2倍价格要了。又5个亿？反正这钱是金家的，我也不心疼。好，我这就去跟老板商量一下。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抢我们金家的东西？先走。等一下，我刚刚说了，这火灵芝我要。先生，要我说还是算了吧，此人来头很大，你惹不起的。不管来头大不大，做人做事都要讲道理。他既然没付定金，那火灵芝就是无主之物，当价高者得。你小子倒是阔气，但别以为有点臭钱就有多了不起。敢跟我北境金家抢东西，不妨先看看自己的脑袋还在不在。哼！你是金家人，可是北境8大世家的那个金家。怕了吧？既然知道我们金家威名，怎敢与我争抢？还不快滚！你竟敢打金家人！你要不说自己是金家人，我或许还会跟你讲道理。但既然你报了自己名号，不好意思，准备挨揍。那可是金家人，是怎么敢？你竟然敢打我！金家是不会放过你的！金家很牛逼吗？要不，你先问问我的名字。你是楚天。楚天，就是那个一个人就把金家弄得鸡飞狗跳的楚天。楚爷饶命呀！其实我不是金家人。那刚刚他可是叫你金子。这金姓是干爹金玉堂赐的，其实我不姓金。你不姓金？对，我不是金家人，你就饶我这次吧。背叛祖宗姓氏，借着他人名头作恶的，更不能饶你。住手！万药斋内不许伤人。他身上怎么有股药味儿？放了他。我若是不放，你当如何？那我今天就只能给你上一课。啊！秦门主救我呀！放肆！你知不知道你已经中了丹毒？要是不想死，劝你最好别妄动真气。胡说八道！世间毒素万千，蛇毒、药毒都听说过，却唯独没听说过丹毒。休要蒙，看招！这是怎么回事？都说了让你别妄动真气，你非不听。现在好了，丹毒侵入心脉，就算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等死吧。
还不滚！你想活吗？废话，你难道不想活？难怪齐星兰管他叫什么娘们儿了，都受重伤了，竟然还敢对救命稻草如此不敬。我可以救你，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你不就是想要火灵芝吗？对不起，不卖。他不会真是傻了吧？火灵芝再珍贵，难不成还能比性命重要？你可想清楚了，现在整个大夏只有我能救你。我说了，不卖。你不想活了？我就算是死，也不卖给你。你这不是有病吗？为什么不想活？因为我活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不听我的命令，而你却把我的话当耳旁风，严重触犯了我的威严，所以我不卖。算了，为了我的九凤体，忍了。行，刚才是我错了，我不该冒犯你，还请秦老板恕罪。哼，算你识相，在这等着。为了防止你反悔，你先治好我，然后我再把火灵芝给你。说吧，你要怎么治我？你中的是丹毒，请问你是不是经常服用丹药来提高武道修为？是又如何？我万药斋以丹药闻名，修的是丹道，有什么好奇怪的？但是药三分毒，秦门主日积月来，身上的毒素也跟着武道修为一起积累，如今已经到了致命的高度，再不解毒，不出3日，你便会毒发身亡。休再卖弄你的医术，赶紧说解决办法。办法简单，只需1枚百毒丹。你怕不是在耍我吧？傻子都知道，百毒丹可解百毒，但百毒丹可是3阶丹药。你知道3阶丹药有多珍贵吗？1阶丹药就可以让武道宗师疯抢，3阶丹药自然是无价之宝。如此珍贵的东西，你让我去庙里求太上老君给我掉下来吗？区区3阶丹药，何必求道家祖师？我就能给你炼出来。你能炼出3阶丹药？我万药斋的炼丹术在江北说第2，没人敢认第1，连我们都只能炼出2阶丹药。你说你能炼出3阶？不信，咱可以试试。好，就让你试试。你要是炼不出来，我抽死你。这尊炉鼎名为青阳，是当年身为3品炼丹师的青阳真人所用药鼎，在一场拍卖会上，我更是花了8个亿将其买下。怎么样，足够你炼丹了吧？炼个3阶丹，你费这劲干嘛？3阶丹可是极难炼成，不用鼎炼用什么炼？用它就够了。电饭煲？你说你想用电饭煲炼3阶丹？药方倒是没错，可电饭煲怎么可能炼成3阶丹？3阶丹可是要几千度高温方能铸成。这是异火？啥异火呀？这就是普通的真火，只不过我的真气较为雄厚而已。竟然真的炼成了，不仅炼成了，而且看品相还是极品。
并且还是用电饭锅炼成的。好了，赶紧服下吧。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毒现在已经解了，所以你也该履行诺言了。你还想反悔？我没有，只是我愿拜先生为师，跟随先生学习炼丹之术，还请先生大人有大量，不计较月瑶之前的冒犯。不是，你为什么要拜我为师？我有一个昏迷多年的师妹，唯有9阶还魂丹才能将她唤醒。先生，你既然能用电饭锅炼出极品3阶丹，必定炼丹术通天，求先生收我为徒。我还有重要的事，没空收徒。楚先生，如果你是因为我之前的冒犯才不收我为徒的话，我向你道歉，并且愿意接受你的任何惩罚，包括被你抽打。哎呀，不是抽不抽的问题，我又不是变态。九封印记，是我看错了吗？想要我收你为徒，也不是不行。你先让我检查一下你的身子。是。姓楚的，有种就给老子滚出来！姓楚的，我今天带了东瀛顶尖武士来，你必死无疑。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万药斋门口撒野？给我滚！秦门主一向不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吗？怎么，难道今天要管闲事？今天这不是闲事，楚先生已经是我师傅，今日有我在，便没人能动你。姓秦的，你今天当真要为了一个废物赘婿跟我东瀛开战吗？楚先生，快走，我来替你挡住他们。我先砍死这个臭娘们儿，然后再取姓楚的人头。没想到这个娘们儿有事真上了。姓楚的，难道你就会躲在女人后面？师傅，你原来不单是个高阶炼丹师，还是一个高阶武者。不高不高，只是一个大宗师罢了。还是大宗师？不愧是大侠带一起大宗师，果然天不怕地不怕，但不知怕不怕这个。别以为拿叶青霜就能威胁我，我楚天可是什么都不怕。楚昆仑，你就别装了，我早就知道你的秘密了。九凤只要死一个，你身上的怨龙毒就解不了。你刚才喊他什么？楚昆仑？不是吧？他在你家叨了这么久，他都没告诉你他的真实身份吗？他怎么可能是楚昆仑？他就是楚家的一个弃子，你们别为难他了。你们东瀛若是要钱，我可以给。我们东瀛今天可不是要钱这么简单，还要一个说法。楚昆仑，5年前你坏我东瀛入侵江北的计划，杀了我东瀛500精英武士，这笔账我今天就要你血债血偿。我就在你面前杀了你的老婆，我倒要看看你能怎么办。我劝你还是放了我，别逼我动剑。我要真的动剑，殃及的可是你们整个东瀛岛。楚昆仑，休在这吓唬我，难不成你还有天大的本事，能隔着1000公里救得了他？你们可知道为什么师傅们要给我取名叫楚昆仑吗？因为我可一剑撼动昆仑。
楚天，真的是楚昆仑。